来最近这个土豆长咧采收，云林县政府为着要让农民方便，所以开放部分的道路，让农民申请会当伫大路顶来拍土豆。也毋过网络顶出现一段影片，有民众不满规条的道路拢互拍土豆，竟然甲土豆秆吐落水沟仔底，这款的行为是会去互告哦。 一台车阁有三角笋甲路挡掉咧，民众行过看，规个拢是土豆。去影片的人敢若真不满，规条路拢互占去，先甲三角笋等入去田内底，阁摕工具甲土豆全部撒落水沟仔内底。随后，这段影片互抛去网络顶，虽然唔知影事发地点伫倒，毋过土豆拢看甲真唔甘。去年我只拍伫遮，咱正我天天讲，这真正到我的心，回到我的心，你知无？ 这咧伫遮有路，安尼闪过、过，怎甲教像安尼过？甲你教过哦？甲教过。农民解说讲，土豆采收了后，拢爱拍过，需要的场地真大。过去有人直接铺伫车路，引起纠纷，所以云林县政府去年开始开放部分的路啊，互农民申请了后，会使合法伫路啊拍土豆。目前有规划赛场的乡镇有虎尾、北港、麦寮、大埤跟仑背，这5个乡镇啊。农业处嘛提醒农民，若是申请通过了后，会发公文，会当搭伫较清楚的所在，甲民众讲这是合法的，避免引起争议。毋过民众若是发现无经过申请，就伫路啊拍土豆，嘛会当检举。毋过莫凊彩去迫害，若无有可能的涉嫌毁损罪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